要修行的吃素的话，就不吃那个五辛，不吃葱酒蒜摄取，也有说不吃那个香菜的，还有的也不吃蛋，也不喝那个奶制品，是那个酸性的。吃葡萄强碱性的，而癌症是酸性体质，所以应该要吃葡萄，外出要带葡萄干。新疆的人用葡萄干做那个午餐的食品，吃葡萄干帮助肠胃、脑部、血液循环。计划生育的也要注重吃葡萄干，盛产的时候吃新鲜的葡萄，帮助体质比较是碱性比较好。